豬蝶戀斷正，甜蜜包房慶生，萬眾期待傳咗好耐，新一代豬女郎正式登基。有證據噶，上個禮拜日蝴蝶30歲生日，台灣一周刊影到小豬鬼鼠鼠偷運蝴蝶去台北秘密慶生，仲開埋包廂喺入面蜜蜜針，甜蜜自拍。食完飯，小豬仲做個有腰骨嘅男人，先行一步出嚟面對傳媒，仲被談豬蝶戀添。不過就依然話係幫朋友慶祝生日咯。其實佢哋做娛樂100%已經傳過好多次緋聞噶啦，之前仲試過俾人影到小豬借朋友架車做柴可夫接送蝴蝶出入香閨，聽講唔肯公開都係因為蝴蝶同公司簽咗禁止戀愛條約，一旦公開戀情，分分鐘要賠錢兼失業噶。